那小小的岛里面有个月下老人啊，我的外拐合掌，我跟他讲啊，月下老人呐，啊，你这样看的哥啊，不会哈。也就是牵男的女的两个这样有这个难免这个不好好的修行，结果一拜没多久921大地震通通倒。起来看月下老人呢，讲多了了啊，哇，没看没摆啊，再来，我到瑞士哦，什么去坐那个什么缆车哦，去瑞士回来。经过没多久，那个缆车掉下去死70几个，哇！再来去香港大屿山，一坐那个缆车，哇！这个缆车这么高，哦，这个大概有100层楼，我看到那个海，我这个掉下去怎么来得及呢？回来以后没多久，真的掉下一个缆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然后呢，我有一天呢，到某一个地方啊，去买那个这个刀削面，去买了个刀削面，买了那个面以后，下次再去看刀削面倒了，这我就不知带什么温，火度就大概倒了对啦，哇，很奇怪的，婚丧喜庆乃至于生日啊，生日，对不对？如是溃闹之处，皆为吊扇之源呐，令心动荡不静啊，种种希望象现啊，遮障真智本明啊，所以修这个修真实恨者，必须先当远离如是外虚妄境。你看佛多么的聪明啊，他知道你还没有达到究竟义啊，对不对？不能把放荡当作是解脱自在啊！这个一解作正是最糟糕的修行人。书已经讲过了，把那个放荡习气当作我已经得大自在了，完全不计细节，佛讲的戒律也不管。这个是不行的。里外虚妄，方能见了自心内虚妄相，如是内外妄相寂了，即得见真啊！故如来首以此劝修啊，又当离睡眠者，以睡眠为昏沉之志啊，在睡眠的时候，除了一息之外，忧是人，对不对？其心之不明啊，至于极点啊，毫无自主力啊，完全随业随飘荡，听天诸业。是故修真实恨者，真实行者，必须离凡夫无意中之睡眠，方能见得一心澄明，时时觉悟，无有忘失啊！台湾有一个师姐跟我讲，师父，我讲到这个睡眠，我很难过。我说为什么啊？我一天啊，我说你一天睡多久？5个小时。他说不对。我说6个小时不对，7不对，8不对，下面睡8个小时。他说不是，我一天一定要睡11个小时。11个小时的挂钢体呀，对呀。那就较早人家讲啊，我8点睡8点起啊，无算啥，8点去睡，8点起来，刚好睡12个小时。我一天睡12个小时太严重了啊！师父呢，很少超过3点半醒过来的，一定是3点就醒过来，不管我有多累。大部分是，比如说我们呢10点啊、11、2点呢，最慢啊11点休息，师父很少超过3点半醒过来的，很少，自然他就醒过来，他变成身体一个时钟了啊！所以师父的睡眠可以说是非常的少，非常的少。初中后夜呢，也就是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。印度习俗分一日为6时就是初日份、中日份、后日份。初夜份、后夜份、中夜份、后夜份，也就是昼30夜30，所以它的一个时就是4个小时了我们现在就是4个小时4、6、24嘛修行方面，所谓
方便者就是法门，以一切门皆为出入方便而设，所以称为法门为方便。以其为邪法者之门径也。又此所谓方便者，也就是本经佛所教授之尽舍一切凡外邪小之法，唯心之境念念不舍是也。当离二见经论言说，即诸声闻缘觉圣相。二见是指外道之邪恶之见，二见经论为外道宣扬二见之论点，言说为宣扬此等二见之人所做之言说议论。外道之二见不外有见无见断见常见，是则此四者坏菩提正觉之因，故名为260页。以上面佛出见离群聚习俗离睡眠，为劝离凡夫所行的境界，此复劝离二见经论言说，为劝离外道所行的境界，接着又劝离诸声闻缘觉圣等，为劝离小圣人所行的境界。至此凡夫外道小圣之境界，皆一一劝离。所谓离诸声闻缘觉圣相者，为不以其所修所证者为目的，一心一意以大圣为义，离凡外亦复如是。所以师父说，大圣不但是佛说，还是佛的究竟说。你看在这里就更证明师父讲的是正确的，连二圣都要立。师父的重复的强调啊，大圣不但是佛说，还是佛的究竟说，一点都不可动摇。当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，也就是若如是依佛言修行，当能通达自心所现妄想之相。通达就是觉悟彻见了达一观。所复次大会，若菩萨摩诃萨一了知自心障海所现尽量中之能摄受之心，以及所摄受之法，此等皆充实自心障海中是让妄想所现的境界，但无实体，为一真见。菩萨摩诃萨若一了如是虚妄而显真实者，首当利于凡夫轻惧。不要终日讲一些无意义的话，习俗溃闹之境，以除掉散。对，这个是两个名词啊。熊熊看来看不懂，还什么掉散呢？还掉在空中的扇子吗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掉是指掉举，散是指散乱。这个掉顿点散，掉举还有散乱，一下子看还反应不过来。如是方得离外在一切虚妄的境界，亦当离睡眠以除昏沉，及内在一切虚妄境界，初中后夜日夜精勤。你看看世尊告诉你啊，不得一切作证，还是要精进的啊。我们涅槃妙性虽然本性具足，就是要日夜精勤的，就是要精进的。常自明觉彻悟，以限量的智慧修如实行之方便善巧观察了悟障事。其次更当离外道邪恶见解之经论及其种种言说，以避免徒之纷扰而得离于邪见，不为邪见之所污染，即离于诸声闻缘觉圣所行之相。如是即得不落于小圣境界，如是离凡离邪离小之种种希望境界，修行方便，即当入于大圣，而通彻了达自心障碍所现的妄想之相，就是前面所言的障是海浪相。那你就知道啊，
为什么要离一切相？你有相，你就会执着。那了相本来就幻，那就没有东西可以执着。那么佛法就单刀直入就解决了。言无实体，唯一真经。这个真经就是真心啊，就是本性啊。全论此段经文当中所说的若菩萨摩诃萨一知自心限量，是受及是受者，当离勤具，习俗睡眠初中后夜常自纠，修行方便，就是一定要精进。这个跟圆觉经所说的很相近。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地狱法师佛学讲座。今生悲智圆融度众生，此生此福三界尊，释迦如来我天教诸子今生。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出者是。山江的花洗法经以姜结合手乌研制而成，姜能深层洁净头皮，促进新陈代谢；而手乌中含卵磷脂，营养发根，润泽秀发，节后秀发不油不涩，柔顺好梳理。山江的花洗法经洽询专线07-223-1825，另有山江的花沐浴乳、润肤乳同时发售。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-223-1825，07-223-1825。分享都是一种心境，无特别有什么所在，什么心境？
对，在佛家咱这关系内底，咱肯定家己在这修行的过程内底，无所谓的心境，无希望心的心境，无希望、无分别心的心境，你就在这心得做一个结论，我都为这个经文内底，知影伊的用意目的对，和大家分享。所以书困东方人，但心境就无罪。所以西方人心不净，意有牵。东方人做罪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做罪念佛求生佛国。凡有不了自性，不识心中净土，愿东愿西，我人在处一般，所以佛言随所住处行安乐。这一段更加清楚呢，甲人讲念佛的用意、结果。会晓修的人啊，上重要的这句，凡有的人不了自性，不识心中净土。讲到这样，讲到自性，咱讲半步，咱听半步，咱有法度体会我的。咱即摆咧听到的，就是咱的自性、自心、自修、自得、自得、自听、自得，简称叫自性。家己的性质、性格、性相、兴趣，简称叫自性。所以，这个了解家己自性。简单讲，这个自性，嗰个粗俗的讲法叫做个性，会晓讲话，会晓改变，会晓选择，会晓了解的人叫做佛性；未晓用的人叫做个性。所以，咱凡夫无得了解家己的个性，咱这么讲个性就讲歹，讲自性，自性就讲无好无歹，讲分呢就讲好的。意思讲，伊讲话，伊成就啊，伊解脱啦，伊了解啊，有摆脱啦，摆脱家己个性的束绑。咱讲自性的性，就是抑个咱家己抑个有生活的空间、改变的空间，抑个呢，会当来摆脱个性束缚的机会，所以简称叫做自性。除了咱了解这些时阵，所以讲原来你是讲哦，我即嘛要有几分个性，未了解什么叫佛性呢？所以对向分呢，或者向好、向清净、向离可得的方向行，同款的生活、同款的过程、同款的人生，但是呢，下掉真正无必要烦恼、看开的观念，这条会当摆脱着真正无必要的担心看开。意思啥？叫做享受，这才是真正的享受，叫做自作自受。如果咱家己无得了解心中净土，什么叫净土？无净就是净，有净就是啥？叫做浊。净土是对讲，净土是对污染讲的，对看来讲的。所以咱唔知了解伊这个意义性，愿东愿西，愿东愿西，我的人在处一般。所以了解人也不要讲随所生出很安乐，这个随手呢摕来的，随手讲起拢是佛法。所以有一天马祖大和尚坐遐里啉茶，到底下坐遐要清饭，伊就安尼一边正脚压下来，你看这个脚吼有成7条回的脚无？大家倒来讲哦，贵啊，是有成，大家哪敢讲无成啊？那倒脚压下，你看因马祖嘛，伊讲我这个倒脚，你看有成买脚无？啊，毋是共款脚吗？但是咱自在人，伊就是我都安尼批咧，互到底下讲，我买脚甲佛脚有啥无共？毋是共款是脚。
这个咱意思讲，咱捌的人甲毋捌的人都差别只。捌的人天涯支持，毋捌的人支持天涯。捌的人随时随地心心自在，毋捌的人逐天咧担心对答，都差一只。所以是问心地淡无不贤，西方去处不遥。心地就讲那个观念啊，咱心若纯善，心若无恶，心若无欺，纵然人甲人中间有无意中做着别人无欢喜的代志，其实原来情有可原。所以上重要，咱事情在解决代志，毋是在情愿下的过失。咱其实咱也无啥物感觉苦，会感觉讲咱也较含慢，咱咧论着。但是呢，那是特别，或者是刻意挑工要去做互别人无欢喜的代志，还未做以前，其实咱心内已经开始不安啦。这上批的人就做差人，咱要做差人知无？知。啥物叫做差人？咱无论去到啥物所在，还未伸手人摕别人的物件，咱无开心，拢也是正常人。但是呢，咱开始动念要人摕的时阵，就开始心袂自在啊，心就开始差啦。这个差啥意思？咱应该是有差就开始已经色素已经差起来，咱已经开始变乌的啊。所以用这个方法讲做差。但是呢，咱若无恶念的时阵，无邪念的时阵，纵然呢，在歹的环境内底，咱同款呢，无这种苦乐。所以经常咧讲，中业中有别业的原因就是这。这中业这个环境，大家拢贪心这当，但是咱就无这个心，咱有这所在其实也无感觉，无感觉歹啊。我还记。那一讲书像咧讲到2012真侪人咧担心，我从来无感觉，因为如果你讲无常是一念间呢，在呼吸间，大家嘛无常，那就讲大概一定2012。所以心地淡无不善，去处不一般。所以这善心啊，都真重要。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教。为什么咱来抱着无欢喜的心、不善的心时，咱念佛就是为了要大家清净，要离开对无？但是咱有这个梦想，有这个业障，有这个恶念的时阵，咱念佛表面上是嘴念心无念，为什么？咱心是念阿弥陀佛，但是嘴是念阿弥陀佛，心是要做贼，所以袂相应。啥物叫佛？无好歹苦，无好歹，无大小，无比较，这我都清净。金款善利息，善度十恶，即行十善十万。意思讲，咱爱先改咱贪嗔痴的习惯，十恶的习惯，十恶的言行。安尼，咱若无十恶的时阵，就已经超过10万啦。所以佛经经常讲下一1万步，咱们忍耐一项，就超过1万。为什么？因为未拄着万一。求度8舍，乃过8000。这个8舍，注意，若要详细了解，咱为这佛学词典内底注意去查。其实呢，这拢是一批的。上重要是念念见性，念念想着我即马咧想啥，我即马咧无欢喜啥，我即马咧贪啥上要紧。像拄则讲，即马迄个普通会，我们请咱去，已经联络好啊，无想要去，即马坐遮，袂讲即马欢喜咧等，到底会成啊袂成，就无种感觉。所以意思讲，咱上重的心爱安住，
会当安心，会当安然自在。咱通常咱即马烦恼，是因为无大好大歹。那大好时吼，规暗困袂去；那大歹时嘛是规暗困袂去。为什么？已经心无得控制。所以咱要什么心无得控制大好大歹？平常时还无拄着大好大歹时，平常时无我得转，我得发现。什么安那修？莫去想着欢喜，莫去想着烦恼，莫去想着对，莫去想着毋对，安尼就是无好无歹，安尼就是咧修定。所以念念见性啊，相形并得，道如弹指，变度迷途。这大师间开始这做一个，这叫做真心法，毋是方便法，实实在在。真正是真在实了，其他大部分的讲的拢是方便法。六祖大师讲，真正拢真实法。对自性来讲，所以咱念念来见性，讲念念发现家己心念咧想啥时，心我都保持平定，就是讲无外跳，无邪念。安尼道如弹指，意思讲，咱即马就是西方，肯定咱即马坐遮就是西方。为什么？无好歹，无苦恼，无管，无比较，无比较，无担心。但是呢，后壁呢，看咱我都发现讲这个原则，我都维持偌久。发现是智慧啊。维持是功夫，品味，所以道如弹指，安尼叫做安尼教义，意思就是一直讲一念。为什么弹指一念教呢？因为咱我得控制。这学到西方，这几天我喺路边看到卖水果的，真济哦，我咱经常看喺路边菜迄个。小卡车咧卖水果是卖菜好，3斤100，都3粒50，这就是佛法。听无？啥意思？3斤100，咱看到这样真少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作用之一，主要迄个卖人是要卖你3斤100，伊主要是要骗咱落车，骗咱过来看。我即嘛头家我要3斤100，3斤100遐上歹遐3斤100，这嘛是，这个你看就你上水的1斤100，这都智慧的。咱细汉生啊，咱都骗囡仔吗？咱嘛甘人父母骗到大汉啊。所以我经常讲，对一个会开车袂违规，对一个会讲话袂别贼，对一个会做生意会老实。就是安尼，所以咱经常所有烦恼，都是家己无智慧。所以道如弹指，变度迷途，等于看到云的一直眼前，或者啥，就是平定。迷途就是平定，迷途就是清净。是问但行实现，何须境愿往生？会记啊？如果咱会晓做，咱即嘛应该讲，咱凡夫下根的人。咱发愿求生西方，今仔有一个大，一个啊，这咧做粗工的，一个人就问一个师傅，师傅说：“我这干嘛做工艰苦到要死哦！我要来修行。”师傅，修行无遐简单呢，比爬山爬岩更较艰苦呢。伊是讲，你啊，看得艰苦吼，我甘愿啦。所讲安尼哦，这修行那是爬山遐尼悬的，你知无？你的体力敢有法度？你有法度行过这个山吗？这个，要出家来讲，是啊，这山更较大吼，我虽然体力无一定有法度，但是我有愿力，
有原力。这是我讲，有原力哦。听听讲，好啦，安尼会算你有出家，咱出家。为什么？咱佛律讲，咱主要是用原力，不是体力。体力什么意思？体力叫做拼硬啊。所以咱天天修行，头开始时，一天补10万遍，一天拜300拜，一天补3000拜，遮济，这都拼硬啊。上条原力是啊，原力就要改个性，改成个性。到意思讲，这个啥讲叫做修行，那就爬山困难。众生啊，足歹度诶，啥歹度？一个人一个性，一山一性地，一山一山一样一性地。度众生那像咧牵牛共款，等下要甲牛食草，等下要甲伊动。所以吼，一讲啊，你拢爱提心吊胆。这要出家就到底讲，所以我紧啊，如果吼我有原力啊，原力意思讲会贪污我。不断受恶之心，好好来即来迎请。意思讲，咱若受恶的时阵，咱就有担心，有不善之心；咱若无受恶心心，咱就是活在良心，活在清净心，活在平常心。其实咱每个人拢有种体会，会记哩，咱真正咱无欺骗的心，咱无害人的心。咱就是安心。咱有啊，真侪人看我有法度做安尼，但是还佫无够。为啥？咱还有担心，还佫有看开心。这个担心甲看开心，含这个恶念差无共。担心看开心，就是要，这是小妄念、小业种的累积。这就是一把火，有一当拄着伊的时，伊就倒起来。因为叫做无明火，咱若真正修到真正有啥物好处，有啥物歹大代志，有在咧眼前时，你看咱像无看共款，听咱像无听共款，安尼才算有定力。咱平常时还佫有担心，就是还佫是要等好处的时阵，也就是你等作业的时阵，还佫放不下。意思讲，这个叫做未死心。咱要真正死心的时阵，才算办事；要真正死心的时阵，才算离苦，才算地藏。用无心顿法，咱若真正体会，咱若真正了解，体会什么叫做无心顿法。这顿对当下什么程度？当下这个顿了，咱就一台卡车载1000斤，或者1吨。这顿的意思讲，1000斤1吨，嘛是做一遍，一台车就拖走。意思讲是当下呢。但是咱要得到1000吨的时候，就是讲咱意思讲，咱累积几十斤、几百斤，累着10个100斤才对1吨。那这个，咱累积偌济业障先，才当下人了解啊，算了，免咱想啊，免计较啊，免烦恼啊，安尼当下才会当讲哦。所以无心，袂个想啊，无心就死心啊。咱一般还佫有心的心就是还佫忍耐、控制尔，还佫毋是真正做到讲袂想要爱。真正未想要爱，未想要贪，叫做无心。见西方只在刹那，顿我念佛救生，路遥如何抵达？咱记西方是什么时阵？当下呢？所以恁讲说，咫尺天涯，天涯咫尺，对当下。即嘛无好歹，无苦乐，无善恶，都是当下的西方。所以呢，那个寒天吹北风。热天吹南风，暗时吹东风，西风什么吹？西风就在刹那，就是当下随时。意思讲，心情好的时阵，无事无苦恼的时候就是西风。
咱一般使用是个希，伊是跟咱暗示的希望的希。咱表扬是求方西方是了解讲，咱什么时候能够把希望放下，把希望彻底的能够不要想。所以六大师为这个金刚经讲，无希望心，伊经常为金刚经内底呢提这种讲法。所以无悟的人呢，念佛求生，路遥如何抵达？意思讲，愈认真离西方愈远，愈精进呢离佛愈远。但是无经过这个时间，无经过这过程，咱就袂晓得无肯定啦。什么意思？一个人若做歹代，做参也无方了的，伊就是要讲好人，伊就唔敢快啊。若方了就是哪怕一个小小物件，你就去插，摕人的物件无人讲就是插啦，就这意思。所以咱念佛这个意思讲，咱若无真正体会。敢若是种期待，所以咱所有一些数量日子内底，所有功课内底，互咱了解讲，原来咱对讲，咱拜半头原来是拜家己，拜别人就是拜家己。咱拄则讲遮物啊，你讲我都回顾回想者，还要检点，这个拜还无讲着，这个拜十支经他代表啥？十方，代表善乱。合掌呢，就代表一心恭敬、虔诚。拜落心，五体投地。咱一个人上重要的爱是民主，所以咱用上珍贵民主呢拜回神，到头壳顶一定拄着头壳。拜咧头壳的时阵，两手爱牵起神，依然上虔诚的手。去接佛道的这个脚，信人的脚，信着人才佫合起来，才佫好多种合掌。意思讲，咱像人听了，人个相信去接着意思，去接佛的法，接人心意恭敬，五体投地。这什么意思？破咱的执着。所以。佛门所有宗室内底呢，教咱呢，拢是一点一滴培养这种改变家己、顺从别人、尊重别人的暗示。咱先是只教的常常，以前是就是个只，你的爱无人教，看着主人来先，无人有实在看着人就惊我咧，死去靠着朝天。咱拜佛是五体投地，朝地伊是四脚朝天。即摆另外一家都通常伊来较来时，伊就无共款种，但是伊话较学言呢，原来学要四脚朝天，所以是代表丝毫达到呢亲切。所以意思讲，人啊真正有善心、善意、善行的人，尤其所有善事、善行内底，主要就是培养善心。善心还佫无够，人甲事中间有加减，一定有一关摩擦。你讲莲花山的头一回有缘相会，斗阵几个叫做第一回，第二回呢斗阵几个是五回。你以后有真正好结果先，我来请你，咱对咱咧拜佛同款，无计较心态，再个敲电话请食饭约会。所以咱讲经常咱咧修，咱有这一个原则：有钱的人才会当互无钱的人，有学问才会当教无学问的人，然后有修的人才会通咧互无修的人讲。所以咱咧学佛咧修咱学佛一日感其实，咱是在咱的环境中，不管是咱接受别人对咱的欢喜，建议也好，批评也好，咱都欢喜心性。其实爱这个原则，其实所有的批评是对咱上好关心。如果咱有法度了解这种道理时，咱逐工真正发挥充满。
104进邀，十方禅业大德，护持电视弘法，以使佛法常住，法轮常转。若蒙捐款，敬请电汇永丰银行嘉义分行，账号016-018-700-00165，户名704，联络电话0934-277-691。阿弥陀佛。手执青秧擦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低着头，弯着腰，把秧苗一株一株插进田里。每一步的退后并非退步，只要用自己觉得对的方式，就是向前了。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，姜能生存洁净头皮，促进新陈代谢。而手物中含软磷脂，营养发根，润泽秀发，节后秀发不油不涩，柔顺好梳理。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-223-1825，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、润肤乳同时发售。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-223-1825，07-223-1825。
心归命运，无量罪业尽消融，三途无苦必永绝，龙华会上的受尽，将来同证真如理，龙华会上的受尽，将来同证真如理。南无当来弥勒佛，南无当来弥勒佛，南无当来弥勒佛，南无当来弥勒佛。即马下面这句有讲到这个修行中道正观，因为伊这种的实在修行的人伊信解到这个空法为佛法的心髓，这个就是佛道的这个根本义安尼。所以这个84000法在方便法，就是佛道针对众生的这个问题的方便说，那么引导众生起来。了后觉醒这个空安尼，性解空，所以这个就是心髓。咱有甲人讲过有关这个道父、倪宗祠甲道育，因三个人表达法，互达摩祖师听了后，达摩祖师甲第一个道父讲伊得到皮，第二个倪宗祠讲得到肉，即马第三个这个一般道育讲得到骨。道信拢无讲到半句话，就是含这句信解空法的这个空幻有相关，所以达摩祖师就讲伊得到喙嘛。咱知影这个是咱在修行学法的重点就是解诸法本空，有这个空义所以这个佛经内底84000法叫做不了义经。那么这个空理实相的这个法义，它叫做了义经。所以我讲下当安尼来如所说的空理修行这个中道正观。那么这个中道正观讲伊有叫做正观中道。那么这个中道是什么？就是去讲实相，就是诸法的实体相，一切诸法实体相。所以这个中者就是不二。那么这个呢，不二就是讲无对态的意思，因为有对态叫做二，无对态叫做一。所以呢，这个个中观论内底有一个叫做八不中道。八不中道伊是讲啥呢？8项来实现中道。所以这8项伊是叫讲安尼啦讲不生也不变，无生无变，因为无生就无变嘛。听无？迄个中观中道也是相无生无变，因为世间的事相对态就是生灭，有生就有变。但是中观呢，这个八不生灭内底，八不中道第一就讲无生无灭。那么第二就叫做不断不常啦，也毋是断，也毋是常，常就是研究，断就是无常。伊讲这个中观，这个常会非无常。常是常，有那毋是无常。断就是啥呢？断就是无常，但不断就是常嘛。那么不常就是无常，不常就是无常。安尼听有无？看有所以有那毋是常，也毋是无常安尼。那么这个咱就甲咱就讲一下，因为这个比如讲用大气站的这个春夏秋冬来甲讲，春夏秋冬的这个气候变化，那么安尼叫做啥？什么叫做无常？听有可是呢，永远拢春夏秋冬，安尼常还是无常？安尼常啊，听有无？所以这句讲不断不常，搁再来不离不离你要甲讲世间的一切法，伊是空理，毋过变现遮济，安尼叫做不一毋过幻法皆空，听有无？安尼叫做不二啦。安听有安听有，每一法拢总是空性的真理，安尼较叫做不二，一理。可是呢，空性理已经变现无量，所以较叫做不一安。
搁在第四不来不去，因为佛法遍虚空法界，超三界无来去，无来也无去，安尼。这个就是讲，这个中观有显示中道的迄个北不中道安尼搁在中观呢，搁在讲安尼搁在讲安尼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因为因缘所生物件，就是咱刚刚讲过迄个色声香味啦、男女相啦，还是三有相。那么这物件在相，拢总是因缘所生法，拢总是因缘所生。那么迄个因，就是去讲即个跟咱人个业识的主体因，就是迄个相分，较成为咱即个身躯较强有的即个世界安尼山河，但可是呢，因缘所生物件，拢总是空安尼，因为伊离开因缘就无在物件，离一切因缘法就无在思想那么这个叫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用名为假名啦。伊不但是空，拄现开这物件这物件假象的名，人的名是假的名，思想的名有影是假的名。了解无？比如讲一个人出世到好一个名，这个名袂当永远，因为互你长期用下到死亡，迄个名就无去啊。所以这个叫做假名，因为假法较有在假名，因为有假名才当认得一切思想。所以毋讲中这是空，用名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理既然是空是假，那么迄个就是实相的空理啊。所以毋讲你讲，亦是中道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咱今仔日学法的人修行一定爱正观中道，爱有中道的正观啊。学法的人爱安尼，就是讲爱解一切诸法本空啦。迄个中道实相，意思是个说明安尼那安尼呢，实在修行会当正观中道，和迄个威仪气功的沙文，当然是完全无同啦。因为伊是虚有外表嘛。伊是注重外表，伊并无注重内德的实质。伊无实在去修行，伊就是去假样互人看安尼。那安尼就当然完全无同。所以呢，第一用三解脱文来甲伊讲啦三解脱文就讲空无常无愿。这个三解脱文安尼来甲讲，就是以明清解一切法空而修行者的心境，因为伊心明白深修，会当解了解。咱这佛教有一句叫做心解行证嘛，对不对？心解行证，伊会当深解一切法就是讲色思心。咱头先讲的这个一切法会深解一切法空，但是伊安尼修行的心境，所以众生为了愿得三界的乐趣。安尼，伊若会当深解就会当，但是伊若袂当深解呢，就袂当第三界内底伊执着，当然伊就无快乐。所以这个众生为着要愿得三界乐果，就是超越三界乐果所以这个二生为着要愿求涅槃而修行佛法安尼。但是今仔日三界中内底这个三界流转生死那以这个个法华经个讲，就是讲众生伫这三界内底成火体嘛，但是火体是叫人爱出离不过呢，有的菩萨佮条件要入火体，这就两种不同的心境啦。第一，你安怎样解脱；第二，你安怎样教诸旁度众生。这个是个说明安尼，知影所以这个就讲。二生为着愿求涅槃而修行佛，但是实行的三文是安尼啦，伊信解生死涅槃不入。一个是要求解脱，一个知影讲这个生死中本自涅槃，所以涅槃法知影讲无知无得。因为涅槃的内底面本来和生死都有直接，生死涅槃一体安尼。就是因为伊来这个世间度众生，伊袂感觉讲伊伫生死中。有那伫生死中当作不生不灭，其实世间的因缘法，你乃当超越，那么这个世间本就涅槃。但是伊知影这句讲啥呢？有涅槃法，无知无定这句拿来了解一下，来了解一下，什么叫做无知无定？
这个在这个心经我有讲过啦哈，心经无地的无地哈。这句话真重要哈。今嘛先甲咱注意华严经哈。咱来了解一个问题，这个知吼，这么这是知，就是叫讲知见的意思哈。叫讲咱人学识知见。那么这个是要怎讲呢？无知无知，就讲实相的本体是无相哦。那么这个呢，非心之知见，因为咱人学这个法，就有一个五见五知安尼。咱个人所在，自自然然有个人的见解看法。咱即摆是咧讲安尼，如果是相无相，迄个真谛无谛，迄个真谛哦，就是迄个是相谛，毋是迄个知毋知的代志。第三句是咧讲安尼哈，毋是咧讲知毋知，迄个知毋是实相。爱注意这点哈，今仔日咱文思修。是要帮咱证无知，吼，但是一定爱去知。做这个下面一句讲无知故能无不知安尼，就是你去掉知见。所以这个是啥？咱平常时有给甲咱讲一法，学法的人吼，学法的人，因为明佛法，这个成就法。先入法吼，唔当准入法，有一天爱写法。写法就是我平常时甲咱讲起法就对，因为这个入法哦，都有一个法的知见啊。安怎样吼？就分明嘛，分辨啦。但你分辨出来，你迄个是知见，你绝对袂使入法，所以一定要写法，到尾较正法。你若无写法，或者讲起法啦吼，你无可能正法。这个正法，这个吼，这个叫做实相，因为这个实相吼，唔是知见，这个开悟自性法，开悟自性证无性法，这个叫做正法。那么你有一天已经正法，这个就是啥？伫这个无知去掉咱人的知见，那么自然无不知。但是，一旦较入法吼，个人的知见生出来，这个业识上的问题知见哦，你搁再固执这，我那叫做迷啦，迄个叫做迷法安尼了解吗？因为这个方便说内底面吼有多种的义啊，你今日众生的这个加入这种，一入这种，摒入这种，将你究竟个人入个人的，迄个和这个实相无关。好，所以这句话吼，甲咱讲安尼。讲迄个涅槃法无知，就讲毋是知见咯，嘛毋是得到的。因为这个啥呢？这个个人的自本性，注意一下哈，毋是因为修有无修就无，毋是安尼。这不是去甲咱讲，所以这个实相非修有，不修则无。所以咱袂使执法嘛，袂使就讲我今仔日学法了，我得什么物件无？因为若甲有得，就过去有失啊嘛。因为你若甲有失，你就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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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
但是今仔日佛法，互咱得到解脱，毋是伫迄个得甲不得的嘛，就是伫即个迷甲悟安尼。因为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毋是修有无修就无，毋是安尼，是伫即个懵白甲清净安尼的问题。所以即句毋讲叫讲，是相为本体非修有，不修则无，故不能接触安尼。毋通接触法啦，接触法你袂当得法。你袂当正法咯，所以真内底毋好讲咱一定爱下法。你今仔日直直学，但是学一定爱实修，将其究竟较正悟，迄个无声安尼，迄个叫做涅槃之道。众生弥勒菩萨道场，无空一书开始不光在讲，立即在为参集，地点当然东宫国小，地址东安区东宫路1段39号，联络电话06-283叔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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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6。入定时间上午8点以前为了准备。大洲山弥勒菩萨道场举办慈善法华经以及拜忏，日期12月17，地点全国各党区，时间上午8点半至下午5点，联络电话02-8951-0971。8951-0971 03-535-5326 535-5326 04-235-0276 235-0276 06-283叔叔06 283叔叔06 07-323-4299 323-4299。请大家请首先报名。华严经讲安尼啦吼，这个应该有引入过啊。讲知见立知，为无明本，知见无见，殊寂涅槃啊。你若自从你今仔学的知见，你改固定，入讲我今仔日已经知，